油塘大本營茶王店飲茶。港鐵油塘站尾一出口出站後向前直行。去到商場後搭 lift 上3樓，上到3樓轉右直行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1點29分，下午茶2點至4點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8蚊。星期一至五點心正價價錢：小點18個8，中點23個8，大點26個8，精點32個8，特點35個8。星期一至五早茶點心9個8起，孖寶28個8起。生滾粥36個8起。早茶蝦餃皇拼菜苗餃各1件9個8，蝦餃同菜苗餃都算大粒。蝦餃蝦肉大粒爽口，好食。懷舊臘腸卷16個8，原條臘腸唔錯。星期一至五下午茶點心16個8起，孖寶33個8，粉麵飯48蚊起，燒味粉麵23個8起。下午茶叉燒燒肉米粉28個8，燒肉皮脆唔錯。下午茶優惠孖寶33個8，燒汁煎釀茄子外觀麻麻，味道 OK。虎皮尖椒唔大隻，味道正常。早茶埋單58蚊，下午茶埋單87蚊。